空唔晓得小表，天下唔晓中王叫。非法就只数团高，莫信莫唱就莫烧烧，弯弯记上记录度来记录度哦。今日啊，我就同大家来讲一讲，要买你保护我大家嘅前台咧。近几年来啊，线上线下都十分流行，乜嘅平台 APP 投资、养老服务、期开链、虚拟币产品啊，价廉日套入日套。咁你们嘅系乜嘅，其他答唔是系乜嘅，所以一看就千祈唔好相信哦。甚至啊，还有些公司打嚟境外嘅旗号。家己乜嘅東西新鮮，佢就拿乜嘅落套嘅哦。還有啊，乜嘅半年就轉變，過了1年翻日翻，家等你調錢落市，天馬日干跑路了。高娘嘅利息啊，就貴幾多啊，融融投資都更好啊，天花亂墜都毛絨啊，你嘿相信就上了當啊，我嘅功勞來啊，功勞都來抄你功啊。非法求資同傳銷容密切干涉，為了發起利日啊，就打上親朋好友嘅主日，對呢真係說分的錢。今日見面就聊產品，過年安多啊，就係為了你掏出人民幣哦。雖然非法求資嘅手段日吃在家裡更新，只為我大家提高警惕，就唔是過日當中嘅。你老問題啊，就先止損，10年競爭日吃皮臉你。西瓜视频。